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年的高等甲普通考试就特别来咯，所以呢，最近就真侪朋友咧问讲，伫即个考试进前最后的时间，应该爱甲即个重点放伫对一个单元，所以伫即摆就来参大家分享。伫今年已经考过考试内面，咱会当发觉讲行政学内面对一个单元咱会使开较侪时间来甲注意。头来先咱来讲的，就是今年出上多的题目的这个单元叫做人事行政，这是真奇怪的代志哦。因为伫过去几年咱拢讲组织管理才是这个选择题的部分出上多的，但是今年真奇怪，毋知为虾米人事行政是题目出上多的这个单元，所以呢，你若是要问我，我就叫你甲这个单元一定爱甲读好熟。咱讲到这个人事行政咱伫这个申论题的部分，今年有考过一题叫做课绩 accountability，伫旧年甲109年呢，嘛有考过叫做激励甲这个 PSM，但是呢，伫申论题的部分呢，咱讲伫人事行政这个单元较少咧考，伊主要咧是出这个选择题的部分较侪。这个选择题的部分，伊阁分做两个上大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考这个法条的部分，第二个就是有关咱的制度的部分。伫法条的部分，今年已经考过，包括着公务人员的庭戒、中立，阁有这个考绩，阁有这个复述的部分请大家来配合着咱行政法咧学的时阵，顺续甲读咧。伫这个制度的部分咱讲考上多就是拄则已经讲过，即个激励理论的部分要安怎互你的人员，要安怎互你的员工会当搁较愿意来替你拍拼。所以呢，即个激励理论真重要，包括着3个大学派内容、过程甲增强。这3个学派内面有啥物款的学者，甲有啥物款的理论伊彼此之间的关系，你嘛应该爱真清楚。除了这个激励理论，咱阁有讲着讲真重要的概念叫做课绩 accountability， 包括着其他相关的亲像这个行政人员的伦理嘛是真重要。这个部分今年嘛有考真多，请你爱特别的注意。sau来咱着讲你人员要安怎来用，咱政府爱对内面来甲先是为外面来招人，这嘛有考过哦。最后咧，咱着讲这个公职制度甲人员的评量要安怎做，这今年嘛有考过。有一个较新的概念要来参大家做提醒的，就是有一个叫做员工协作方案。这个物件呢，今年已经考过2摆伊本身呢无讲介难，但是过去较少看到的，所以呢，你爱小可较注意，这是人事行政这个单元你所应该爱去注意的部分。咱着继续来讲其他嘛是真重要的单元，煞来就是讲着组织管理。伫过去组织管理应该才是所有这个考试内面考上多，但是伫今年伊才排第2名，第1名是人事行政。伫这个组织管理咧，毋管是伫这个申论题，还是选择题的部分呢，拢考真多。伫这个申论题的部分，今年已经考过2题分别考的是这个组织的变相阁有这个咱头拄则嘛有讲到这个激励理论的部分，就请大家小可较注意。伫旧年嘛有考过哦，包括着这个组织的变革甲沟通。组织管理伫过去咱的 YouTube 顶悬已经有节目来介绍什么，请大家当小可来去甲伊参考。伫这个选择题的部分，咱组织管理头来先你爱去了解着讲，组织是啥物物件，内面有啥物款的形态，包括着非正式的组织，阁有这个真重要，包括着组织的结构，就亲像有这个控制幅度，阁有这个传统的甲单性的组织的这个结构。拢有无共款的物件通好考。过来就是真重要，伫组织管理每年拢会考的，就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这个领导伫我的 YouTube 正前嘛有讲过，所以呢，大家嘛会使直接去看这个影片就会使。过来就是咱台湾目前政府的组织，包括着有1级、2级。
3级的即个机关。最后咧，咱就是来讲着讲，拄则咱已经说明过啊，即个组织的伦理甲即个平常伫选择题的部分嘛会考好，啊，佫有即个组织的变革啊，包括着咱逐年啊，拢定定咧考的行政法人的部分啊，嘛爱小可较注意。差不多，这就是组织管理伊会考的物件。虽然伊考的题目的数量诚侪，但是呢，概念拢无讲太困难啦。应该嘛是大家会使去把握的部分哦。咱继续来讲排名第3名的单元，叫做政治管理。这嘛是今年毋知安怎形容出遮侪题目的即个单元哦。所以呢，咱来看伊伫即个新闻题的部分，今年已经考过啥物叫做社会资本，有关即个地理的部分，抑佫有即个非营利 NPO 组织伊的一寡概念。伫即个选择题的部分嘛是你应该爱去把握的，拢无讲介难。首先就是即个跨域治理，无共款的区域因彼此之间要安怎来去合作即个部分大概应该拢听诚侪。第二个就是咱来讲着即个府际的关系，包括着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也是讲伫即个世界，人有分讲伊是联邦还是集中制度的。拢是今年已经考过。过来就是 NPO 即个概念，今年已经考过3摆所以请大家一定爱去甲即个 NPO 非营利组织读好识。过来有即个公部门甲私部门之间的协力，佫有即个人民的审议甲公投参即个利益团体部分嘛是即个政治管理。内面已经考过，嘛是咱毋免讲今年有考过无啦，就是正重的概念。所以希望拄则即几个物件咧，大家一定爱甲创好识，若考出来就拢免烦恼。甲即个政治管理差不多重要的，就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伫行政学内面今年嘛出真侪哦。伫即个新闻题的部分今年也未出但是伫旧年有考过是即个人比。佫有即个109年有考过即个政策的交通今年伫即个选择题的部分，咱头来先进前伫 YouTube 影片就有讲过政策科学，佫有即个政策的问题包括着市场的适能。过来就讲着逐年一定会考的叫做政策的类型罗维甲 Salisbury 这大家都应该拢有听过。过来就是合法化的过程当中有出现即个铁三角的关系伫即个政策咧执行的时阵，政策要安怎参民众来甲做即个交通做行销嘛是诚重要。最后就是咱政策做了后，咧评估的时阵，伊有啥物款的指标，这是今年已经考过，这是伫公共政策的部分。过来嘛是。逐届拢考真侪，嘛是诚侪考试的即个朋友诚头疼的单元叫做财务行政伫今年的新闻题无考，但是伫旧年有考过叫做绩效预算的部分请大家虽然讲即个财务行政伫新闻题出的较少，但是也是爱小可较准备一下但是呢，伫即个选择题的部分伊着考真侪哦伊甲即个人事行政共款，包括着2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即个法条的部分，第二个就是制度的部分。伫法条的部分，咱有几个物件要来参大家做提醒的。第一个就是你要分清楚，啥物叫做国家的税，啥物叫做地方的税。第二个就是咱伫正经 YouTube 顶悬，也是伫 Podcast 顶悬，拢讲甲真侪一定会考的考出来咧，诚侪考试的朋友拢会甲辅助会，就是特别甲追加预算佫有即个第一甲第二个益比金即2个物件，你一定爱甲分互清楚。再来是今年有考，但是过去较少咧考的，就是招标的种类你也小可甲注意。伫制度的部分有即个预算的红字过来就是美国伊个预算的制度，包括为原本的
PB 到 PPBS 到 EB 啊，搁有即个 ZB 啊，等等的概念，你拢应该爱真清楚。若是讲到咱的台湾目前的预算的制度伊的预算的流程伊是安怎来去提出行政部门的总预算，甲即个立法院要安怎去审这你应该嘛会了解。最后就是即个基金，你爱小可甲注意一下，这是今年已经考过，会当来甲大家做提醒的伫财务行政即个单元。过来物件呢，就无较重要，但是嘛是一定会考的哦。当代理论到遮呢，咱已经来到着行政学的流变。即个伫 YouTube 顶悬，咱已经讲过诚久啊。当代理论就是为1960年代了后，包括着 NPA、NPM 甲 NPS， 这是逐年的一定会考的。伫今年的新论题嘛有考过即个我度讲的行政局的概念，所以请你一定爱甲 NPA、NPM、NPS 三个物件爱甲创啊诚熟哦。包括着 NPA 又讲着即个乌报宣言，佮有即个公共性 ；NPM 伊包括着企业行政府，佮有即个 NPS 是谁提出的，佮有伊的内容是啥，你应该拢爱真了解。过来就是逐年拢会考的经典理论诗集啊，像今年有考过，包括着威尔森、巴纳德、泰勒甲即个 Max Weber 拢有考过哦。有一个人无考，但是我感觉着讲伊伫今年即个高考也是普通考试出现的机会诚大，就是 Simon 啊。所以经典理论诗集包括着传统理论、修正理论甲整合理论三个诗集，有啥物款的学者，又有啥物款的说法，你拢应该爱甲特别的注意。虽然呢，袂讲题目的数量无遐多，但是呢，嘛是一定会考的物件。过来，咱就讲即个公共管理诚侪人感觉即个公共管理应该诚重要，但是奇怪哦，今年的即个数量呢无遐多哦。敢若有出即个SWOT 分析佫有即个平衡计分卡，佫有即个危机管理敢若安尼尔。所以呢，公共管理虽然讲伊是诚重要单元，无毋对，但是今年咱看起来无遐多你。爱去注意的就是即个危机管理的部分，因为咱的疫情嘛，已经第3年嘛，所以呢，即个单元嘛是逐年拢互人化烧，但是今年无遐烧的即个单元。所以若讲到遮呢，咱差不多就甲所有今年即个上重要甲无遐重要的单元拢讲着。最后咱即个行政的概述的部分，干若要来参大家提醒的，就是即个典范的概念，爱请大家小可注意，因为伫今年新论题有考着典范的即个概念，就是 Henry 讲的迄5个典范，你甲读一个就无啥问题哦。好，所以来讲到遮，希望呢考题的趋势保护你今年考试会当大顺利，甲方向了好，骨力拼，金榜一定会第名。祝福大家今年的考试拢会当顺顺利利，感谢大家咯。